越南咖啡文化唔只係飲咖啡咁簡單，越南人成日講嘅嗌阿華流去飲咖啡，意思唔單止係飲嘢，佢可以係傾生意、拍拖、做功課，甚至只係坐喺度發呆。咖啡店係佢哋真正嘅第三空間。喺越南，咖啡店嘅種類多到你唔信，有坐喺街邊一張膠就可以消磨一個下晝嘅路邊攤，到裝修靚到好似片場，專為打卡而設嘅網紅店，總有一間喺你左近。當然，越南咖啡本身都好猛，滴漏咖啡、雞蛋咖啡、鹽味咖啡，睇住啲咖啡一滴一滴慢慢流，呢種慢活嘅節奏就係越南獨有嘅浪漫。咖啡店裝載住越南人嘅社交同靈魂。如果有機會，你最想去越南體驗邊一種咖啡店？留言話我知啦。想了解更多，即時聯絡我。